当来看国内讲，交通部6月初1开始，花莲佚佗、大休拢有补助，因为有饭店会先起价，县政府是强调，若违法调价销的，上当就要罚5万。 为了鼓励游客去花莲观光，观光署6月初1开始要补助旅客平常时的住宿1000块，假日住宿500块。不过烦恼有不法业者会趁机会起价，县政府推出无起价的政策，违反的人会依照法定观光条例裁罚，罚1万至5万。消费者可以在台湾旅宿网查询花莲的合法旅宿业。那如果他收取的这个费用超过它上面的定价，它就是属于涨价的行为啊。这个部分我们观光处这边会来依法裁处。县政府特别要求海区内旅宿业者共同执行，因为地动了后，花莲上界需要的旅客，若是这个时阵搁起价，会严重影响花莲的形象。我们也会在此呼吁我们所有的会员旅馆一定要配合，而且遵守这些相关的这个规定哈，千万不要因为涨价好而影响了我们等外界对我们花莲旅宿业的这些看法。 住宿补助6月底要实施，不过差不多所有的业者拢表示，其实对消费者无啥感觉，因为大众对花莲安全也有疑虑，所以就算补助政策要实施，6月到7月的订房率降了4%。现在重点是在游客旅游信心的问题。那如何让他很安心的进来花莲玩，觉得花莲现在目前状况都 OK，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县政府讲，花莲除了太鲁阁国家公园受损以外，其他景点无影响。推出无起价的政策，只是为了保障消费权益。观光振兴部分会拍拼推出海岸线加唱国的观光景点。另外，对于补助的申请，原来会严格管控。记者综合报道。